哦，你看新造的路呢，新造的路呢，你看那个沟渠，哦，新造的路，你看灌溉沟渠，哦，你看芒果啊，芒果长那么多了，芒果生了那么多了，那个蛮矮化啊。哦，稻田了。哦，高速公路了，高速公路了。啊，这鸟的爪子了，这鸟爪了，鸟踩上去的爪子了，爪子的印，鸟爪的印。哦，你看这个灌溉沟渠，你看这个水道，灌溉沟渠水道。哦，这个鸟的脚印啊，有大鸟、小鸟，这是比较小的鸟。这大的鸟啊，大鸟、小鸟脚印。为什么要挖那个洞呢？你看在下面下去里面走的话，小心的脚不要踩进去，踩进去可能脚踝会被扭到。不知道说里面还有洞的哦。现在走，哇！前面的先进去，或者是后面的先进去。那我怕你扭到脚踝，小心。